位觀眾大家好啊！今集咧我就會拍雙槓嘅教學嘅，因為有朋友喺 Facebook 置頂 post 問究竟雙槓有冇啲簡單練習？咁如果問得呢啲咁嘅朋友，應該係初學者嚟嘅。咁初學者可能我會氹氣少少同大家講下少少雙槓嘅簡單練習啦。第一個就係有人話雙槓係練胸，有人話雙槓係練三頭嘅。咁其實兩樣都啱嘅，不過要睇呢個姿勢。咁如果大家睇翻自己想針對練邊度啦。如果你想練胸嘅話，咁樣咧就好簡單嘅啫。咁你個人要直少少咯，落去嗰陣時直少少，唔好斜，落去嗰陣時直少少。咁呢個第一個 point，第二個 point 就係個踭咧要向外少少，落去嗰陣時向外少少，然之後 focus 喺個胸嗰度，推上嚟嗰陣時呼氣，落。你要見到佢直落，然之後個踭向外少少嘅，咁呢個係練胸嘅。如果你想用雙槓練胸，咁如果你想用雙槓練你嘅手啊，咁應該點樣咧？即係三頭肌嗰啲，咁好簡單嘅啫。就我哋個身體要斜少少，個胸口要微微對住地面。呢個第一個，第二個就係我哋個手要手踭啊要向後啊，唔好向外啊，今次。得唔得？其實個原理同推胸一樣嘅咋，得唔得？好，就係咁樣，向斜少少，上，大概就係咁樣啦。咁你知道呢個理由之後，或者呢個方法之後，你就可以因應你嘅需求而練。究竟你想練個手啊定係胸啊？咁跟住初學者可能一下推唔到嘅，咁有咩方法就推薦大家用逆轉嘅方法。逆轉方法點樣咧？就係跳上去。我相信大家應該識跳㗎，係咪？咁跟住咧，直手啦，之後慢慢落。1、2、3、4、5，落到呢個5下之後，又數5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咁就為止一組啦。咁你要做5組喎，咁啊由於時間關係啦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，佢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、4、5咁樣，嗰個做咗5組，咁就完咗啦。咁你發覺，咦？我做咗5組，跟住上邊5秒，下邊5秒好輕鬆咁點咧？咁梗係唔好放過佢啦！1、2、3、4、5，時間關係啦，我數快少少。1、2、3、4、5，咁你今次咧就係突破點啊！試下可唔可以1、2、3、4、5上翻嚟？如果可以嘅話，證明你進步咗啦，你就可以做到一下標準嘅 dip 啦。咁之後做咩咧？之後梗係做多試下做2下、3下、4下、5下咁樣啦。咁一個正常嘅朋友，我希望佢可以做10下一組 dip 嘅。咁如果做每一次練5組咁樣，咁有一樣嘢一定要記得嘅，就係落去嗰陣時上嚟呼氣，記得呼氣。如果你想輕鬆少少，你可以收埋隻腳，落伸直隻腳，落伸直腳，落伸直腳。呢個係其中一個小 tips 嚟嘅。咁希望呢啲小 tips 幫到大家，幫到嗰位問我哋初學者點樣學 dip 嘅朋友啦。Thank you。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。Barkis 同埋 Facebook Barkis、Instagram Barkis。Thank you so much。你都辛苦你啦。好啦，拜拜。哇！係咪覺得真係勁過分喎？阿芬要我做。